馬係我話個手速快咗，快咗，咁咪好。你但係佢仲重嘅喎，唔係佢差唔多重量㗎，差唔多。重量差唔多，但係個手速好似快咗啲，個形狀打出嚟。哇！哇！點夠？呢啲點追啊！哇！打到死人啊！打死人啊！追人！哇！嗰個小姐姐約我星期二打波，星期二晚我負責執波，真係執波。劇院模式。勁啊勁啊！全部打打。係啊，你知我諗下都未必講得好，咁就係咁啦。高高比較好似嗰種快咁速度，佢又唔係，我覺得佢啲波好似長過趕嘅時候，佢啲波快啲咯。一齊嘅反應快，我覺得係。我哋條嚟反應快，出發嗰個範圍多啊，所以你覺得如果我都好似可以反應好快啲到啦。但係事實上佢都真係犀利。唔係咁都真係，但係我覺得佢手度再加成咗，因為你有陣時 expect 人哋守唔到嘅位，佢都守到。不過佢有陣時，我估佢啲反應快原因係預計。哦，咁都係，我覺得係。因為有一次佢打完一球波，即刻去下一個位。我
好
不然我要下去洗澡。今天陪顾老板玩的好开心。你打到几点钟啊？我打到8点半。这么久，老板叫我吃饭还没去呢，说今天我吃饱了来打你，下次我打3个小时吃了。笑死了。他好好教我，就打的正之前，因为我也让了严总。严总没上去打了。双打，严总也让了他，然后呢让分数太高了，我又让给严总，你知道吧？这双方都不能相差太远，而且不能让给老板赢，因为人家不很骄傲，但是又不能让付他一个分，严总就找要让，他也看出来了，他打你正之前才有意思啊，大家开心的，一直说要请我吃饭，他请我喝他的专属矿泉水，长寿山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上次吃了他那么多车厘子，连代表问我可不可以吃，他说可以吃啊。太好了，我说我给你吃完，你不要生气。还给他带饺子，还有饺子？上次对啊，还有饺子、车厘子，真的幸福的呀！天哪，差点瘦了，差点瘦了。认清古老板跟总统聊天。我就觉得贫富差距是多么的这个，他动辄就1000多万、600万，那1000万什么时候拿回来？还有那个600万，我要想办法让他们去做。然后呢，我天呐，这个1000万、600万好像让我们几十块聊天一样，我就花了几十块，那几十块什么时候给我啊？或者几百块，说的好轻松啊！天呐，我说有没有那么轻松？1000万、几百万在我嘴里就这么说吗？太牛逼了！哎，突然觉得同人不同理，我站在那里都觉得很尴尬。我们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呐，我主动退出，主动向后退了10步，心的耳朵都起茧。我站在旁边都觉得，我都不配听这些话。我什么时候赚钱？公司拿项目，但是你就是很慎重那种，拿项目这个项目值多少钱、多少亿哦，有的时候都是很那种利益上面的，这种轻描淡写做的，我就首次听到。而且都欠他钱哦，感觉小咖是那种也不在意那种，大家签了有时候要还有那个600万，就那种的话，像你一样，我也多加了几百块，什么时候给回我？
OK。對啊，跟住呢勁我都未贏過。我哋打波啦。好。執行得幾好啊！多謝。
頭先佢哋幾多？我哋嗰場幾多邊個15？我同 Mini 15。你同 Mini 15啊佢哋，佢哋15啊？係啊。食啊！邊個靚咪叫邊個咯，邊個應咪邊個靚咯。點啊？我哋超速。係啊，呢條
冒险包。
第11場咯。係啊，啱啊。梗係擺過嚟先呢個。香，我交幾4俾人我冇事嘅，冇事，唔會嚇親我。不要在這裡吵，不要吵，滾回去吵，錄進去啊！不要下面的。哎呦，這樣子不要這樣，這東西是金牙了，不要這樣吃哦，要坐在這裡很優雅。誰我？誰？這個男我，這個男，好地喝你。那吃完就去洗澡了。拍个几百张，拍个几万张，那要把这个相机给带过去，带上，对，就是清干净那一层，自己在全是我们的，对，拿回来让他们羡慕一下，不小心让他们看到。哎呀，怎么露出来了？谁发的？哎呀，不小心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求你看一眼啊！太开心了，这前台玩吗？你们？躺啊，你玩什么？在前台。我们两个太早了，刚好。我是几月？大概你3月。这个比较优雅一点，回家，打网球的优雅，优雅。导演，还有个你网球20来斤。你会觉得很优雅的。然后就在旁边，你这次怎么不坐在前面笑啊？好难忍啊！嘿，他这样，这样子坐下来，嘿，太搞笑了！很搞笑，学会了。那主教练很搞笑的，什么跳水教练？魔法攻击。对，他们看过是海域新家的跑步，那就顶多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个阿宝。对，不要跳伞，好厉害！很厉害的，他老师都不知道想什么。我不知道你是便宜还是包一。看到这个有钱老师都在想什么？有些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看一样什么，很厉害。他跟钟总聊天的那些话内容，我就觉得我都不应该听到。有些说了1000万啊，我们说好像1万公斤。就好像我昨天就跟你说，你问他那300个，我就还不上，就那种感觉，哎，挺好的。我已经忘记了。没事，我欠我钱。有时候微博知道有时候。